紅腳。要自己离远一点。喂，家姐啊，哦，細路，新年快樂，新年快樂！誒，你今年發大財。哦，我聽你哋，你最近有冇說到我哋家康啊、基耀啊呢個股城啊？哇，而家好犀利啊！哦，有啊有啊，好犀利啊！我睇過啦。哦，呢樣啊，你而家開過來，話嚟話去。我想啊，那而家冇得住啊。哦，沒事嘛，要不到我家裏住就好啊。哎呀，你屋企啊咁仔啊，你跟你老婆啊，阿姨阿姨啊，吵到我啦，我唔敢愛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現在坐飛機過來，我知道怎麼安排。哦，咁啊，哦，我而家馬上去。姐姐到了。哦，这里不是金樽民舍啊？对面是不是永建公園嗎？嘿嘛，對面就是榕江公園，我們這裡步行過去，古城啊，也才幾百米。那麼近啊？嘿嘛，驚佬。好，走走走。姐姐，怎麼樣？這裡全部都是剛裝修完的，都是新的啦。而且這裡啊，有40多張，有單床的，還有雙床的。那對環境穩嘛？哇，成，始終係貴吧？哦不，這個單床係你講300寸，一雙床係會有400寸。哦，主要環境穩嘛，一夾盤貴，梗住我咪落去。好，這樣。細路，唔知住呢度叫只方唔方便啊？哇，家姐，我頭先唔係同你講嘛，呢度去到古城，幾百便啊嘛。落去樓誒，只咩間同方便事，做咩間樓市庫，做咩上方便？一個你嚟博開攞呢拉，你整做開攞呢拉，樓誒後沖涼整我嘟落去，呢度夾話啦嘛，樓誒整習慣間鋪面咗照做。哇，家姐啊，你這幾年啊，在新加坡啊，夢諗超牛佢啊！哇，濕線啦！啊，只係我平渣大聲啊！我嘅劉松清在聲。哦，你話佢啊？佢而家，哇，即係得做啊！哇，一成字就咁唔會嘛？來啊，女咩？哇，呢個啲乒乓球腳，姐，